这平安，请同心来敬拜主，请走啦。 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少念你的慈爱。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请听这起立。 我。
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带阮入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列岛入来受苦，定时过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着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灵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时咱要来启应，启应文64篇，启应文64篇。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这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拉伤的习惯，甲惯惯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法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参甲的祈祷。亲爱的爸上帝，阮要学罗你，你是主爱的神，你是平安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阮的召唤，你是赐阮性命、拯救阮的阿爸爸上帝。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感谢你时时保护台湾，互阮伫你的祝福中间徛起伫即个所在。虽然中国的威胁一天比一天较大，毋过阮知影世间所有的代志拢是你咧掌权。毋管中国安怎威胁阮，安怎掩饰，安怎无你的要求。阮相信你的公义已经赢过一切，你的权能已经赢过即世间所有的苦难。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互人们教会伫即个你赏赐丰富的所在，已经要70年。感谢你对婴仔养赐阮诚侪少年人，
即马我们变成70岁的中年人，主啊，你的恩典原算袂了。伫你的眼中，阮永远拢是少年人。迄伫摩西80岁时，你予调伊成做你的奴仆。我嘛希望主予调每一位兄姐来做主的工，来为主来传福音，做见证，亲像摩西共款，成做你的奴仆。我相信你的恩典到业，日子如何，阮的气力嘛是如何。只是求你安静阮的心，恳求圣神来踮伫阮的心内，互上帝的话、牧师的讲道、甲诗歌来拍开阮的心，充满阮的心，互所有的兄姐拢得到满满的平安甲信心。我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接请本堂圣乐队来赞美，因要唱的诗歌是《教导我》。
多谢圣歌队的献诗。即马要强头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有两位，第一位记载伫雅各书第1章19节甲20节。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知即个，若是逐人论到听着紧，讲话着慢，受气也着慢，因为人的受气无正上帝的义。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4章26节。恁受气就毋通犯罪，有激受气毋通到日落。讲道请本堂张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慢慢受气。咱搁再一摆三角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恳求你的圣神来开启阮的心，开启阮的目睭，甲阮的耳孔，互阮听到你的话语。主，阮也恳求你引带阮进入你真理的内底。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阿姐，大家平安。好，我今日要甲今日也是总会所定的幸福家庭的主日。我今日要讲一个伫咱家庭内底，咱常常会拄到的问题，就是受气的问题。受气是家庭和睦的一个杀手啦，吼。所以咱今日来看基督徒要安怎来看受气这件事。有一个专职的妈妈，伊咧伫厝专心来顾囡仔。有一天住伫南部的阿公阿嬷甲伊的小姑，就起来想要来看这个细汉囡仔，真久无看，所以就带着足侪的玩具啦、糖仔啦、饼啦吼，安尼来进入对南部来到台北吼。阿公看到孙，哇，足欢喜的，就甲即个糖仔吼、甲饼仔紧的偷的总互即个孙仔食。这孙仔看到，哇，紧个食，紧个食，嘛无讲念着要食饭这妈妈呢就走骹无闲出来，看到因囝，哇，逐规喙拢糖啦，气到要死涂骹白鱼干安尼吼，大声甲骂，囡仔就哭出来，即个阿嬷就足毋甘的，就讲，倒要紧啦，阮顶个带囡仔嘛是拢安尼，嘛是拢安尼带大汉，哇，即个媳妇听着啦。心里面不舒服，恁遮都大家爱特别注意吼。咱迄个时阵带囡仔，甲即阵无共，伊即种照书养吼。过来，过无偌久，即个翁婿对外口转来，天气真寒吼。看到这囡仔穿安尼伫厝穿安薄薄几领衫尔，伊讲你毋知外口遐寒呀，甲囡仔穿遐尼少，咱是毋是常常安尼？有一种冷叫做阿公阿嬷觉得冷哦。咱若讲足寒的时阵，囡仔大汉啦，一直甲穿甲安尼吼，咱不倒翁安尼吼，所以咧，咱定咧用咱家己的温度来去看囡仔的温度吼。即个你食饭的时阵，这小姑仔就讲，阿嫂我足欣赏你的呢，伫厝带囡仔拢毋免上班。这个媳妇听着啊，哇，就想要安尼一棍甲牵落。过来。无闲规工要困的时阵，想要甲因翁婿那一个讲，足忝的吼。伊讲我毋知你咧忝啥，顾囡仔遐轻松，你是咧忝啥呢吼？哇！即个媳妇听到这安那，这妈妈听到这安那，火山爆发。即个丈夫会晓毋知，会好好困无，咱毋知啦吼。毋过伫遮咱看到吼。爱紧吼，咱甲全职妈妈毋好讲吼，囡仔顶间我嘛是安尼带大汉的啦吼，你毋好互囡仔受少啦吼，你足好诶，伫厝带囡仔免上班吼，嘛毋好通甲伊讲顾囡仔真轻松，毋知欠啥？这个代表啥？咱的一生，你看咱伫一个家庭内底，甲一项事，阿公阿嬷对南部来看即个孙，
这都互即个妈妈安尼足受伤的，一直受着即个啥激怒啦吼，啊，甲即个冒犯啦吼。其实咱的人生内底受着别人甲咱激气，啊，甲即个冒犯咱，是咱人生真大的一个部分。拄着即个时阵，咱会生气。基督徒咧想讲啊，基督徒生气，足无修养的，足无迄个上帝的宽恕。所以呢，咱会想要干哪，甲咱的生气安尼俩，甲压抑下来，有无？其实咯，毋免压抑，咱今日要来讲的就是基督徒要安怎看生气即项事。爱会记哩，上帝嘛会生气。所以咱既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人当然嘛会生气。最主要就是基督徒的生气，甲未信者的生气，到底有啥物无同？伫这生气的内底，到底上帝所要互咱属灵的功课，到底是安那？所以今日的经文内底，第一项，咱爱认捌即个生气。圣经当中即个冒犯即两个字吼，第一遍讲吼，冒犯就是伊的希腊文的字根就是讹啦，哦，这个讹要干嘛？就是当咱若要即个猎人要掠即个猎物的时阵，就会甲迄蚵藏伫咧陷阱内面的头前有吼，引诱即个猎物会安那进入即个陷阱的内底，然后就用甲即个猎物安那掠起来，互伊失去，对无？撒旦魔鬼嘛，常常用别人甲咱冒犯即个蚵，藏伫咱的生活当中。伊要互咱坠落迄个陷阱的内底，伊要互基督徒来失去心灵的自由甲平安。那就迄个猎物，互伊掠着共款。所以咱爱特别小心，有当时啊，别人来冒犯咱的时阵，是一个试探，是魔鬼甲撒旦设下的一个陷阱。所以伫即个部分，咱爱认捌受气。第一个。咱失去控制的生气的，咱的代价真悬啦。咱若去看箴言内底吼，我甲列出几个经文讲着生气吼。你看箴言12章的16节，伊讲啥？伊讲狂人毋愿两边显出，通达的人勸目見笑。这狂人吼，伊的生气安那，马上就表现出来。毋过一个聪明人用啊啦，伊会用忍耐。箴言14章17节，伊讲啥？伊讲快受气的，惊代志愚妄啦；计无歹的，要拄着怨恨啦。咱看到拄着代志，就紧的受气，惊代志是一个愚妄的。搁来箴言14章29节，伊讲啥？无快生气的，大有聪明；小心的，大显出愚妄。15章的18节，伊讲啥？伊讲歹性地的人惹起冤家，无快生气的人会互相争耍。会互即个争端会安怎会平耍。19章19节，伊讲大生气的人的确就受到刑罚，你若甲救呢，搁爱加一摆。21章19节，伊讲啥？宁可踮伫旷野，毋通甲爱吵闹容易生气的有人带做伙我相信家弟兄弟看到即节拢阿门。伫遮咱看到啥？遮的箴言甲咱讲，生气上常看到上无好的结果是啥？就是已经破坏人际关系，而且呢，毋是咱讨厌迄个人，甲伊破坏人际关系尔，往往是甲咱住伫同一个家庭，咱的至亲，咱厝内底的人，咱脾气足暴躁的时阵，咱会失去别人对咱的一个尊敬啦，咱会失去咱厝内底的人的疼。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脾气足无好诶，咱会安那丢掉工作。然后做爸母诶，咱嘛爱会记哩。
咱来用咱的生气来管教咱的囡仔，咸菜短时间之内真有效，抓即个贼仔甲拍落去，足有效的。毋过对伫即个长期来讲，会互囡仔甲咱哦，伊容易受气，伊用甲即个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疏远，所以无啥物款的即个物件用比受气搁较紧来即个破坏关系，来破坏。所以失去控制的脾气，代价真悬，会互你失去即个好的人际关系，失去工作。经验一直甲咱讲啥？讲即个代价很高，一直在讲代价很高，代价很高。高受气的人，是一个愚妄的人，所以你会晓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这圣经一直甲咱讲，所以咱毋通做一个愚妄的人。拄着代志就足紧的就惹起咱的受气。第二，咱爱知即个受气是用管理，是用控制。检察有来的人就讲，我的脾气就安尼，我个性就安尼，我无受气，我就会死安尼。我就是无法度管理控制家己的脾气。我甲你讲，迄拢是咧找借口。无人摕刀仔甲咱拄着咱的人仔问讲，咱一定爱受气，是咱家己选择受气，爱紧吼。咱对即个受气较真侪负面的情绪，咱的控制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大吼。咱用控制伊，绝对是用控制。毋过咱无愿意，咱脾气起来的时阵，咱就是要安怎要来发作吼。所以我举一个啦，有阵时咱伫厝里吼，两个翁仔某安尼冤甲安尼吼，有阵时甲囡仔冤甲安尼，电话来啊，即阵我都生气的，你摕着电话会大声甲讲，袂平安有无？要来教会，伫个古岭街停车场，甲两个翁仔某冤甲安尼，冤甲安尼。足想要离婚啊！来到教会看到迄个救报的平安，所以你选择歪发脾气啦，你选择要互你的脾气平静啦。所以咱有法度来控制咱的情绪无？绝对有法度啦。所以莫讲咱无法度，这就是我的脾气，我控制袂了，这拢是咧找借口啦。有咱遮老师嘛是共款。我会记我捌一年吼，即个受难酒的时阵，受难日的时阵，我准备即个讲章，搁准备足好的迄个PowerPoint PPT。结果咧，我甲迄个讲师讲，你来试看觅，我足水的，蛮足水。我想讲要照着即个 PPT 吼，来表现搁较深刻的即个耶稣受难。结果讲道的时阵，即个 PPT 放袂出来，加去我看，即咱的迄个投影机都哪讲你哪受气？哪讲哪去？感谢主赦免我马上受着，我用去对即个干事生气，毋过活倒转来，咱嘛想，上帝话语一定爱 PPT 才讲会出来，对无？上帝嘛，透过咱牧师的讲道，透过咱的诗歌，表现出上帝话语的开出来。所以当我来转移我的注意力的时阵，咱就用甲脾气放落。这歌对我你共款，你唱的时阵，恁设备遐歹，哪唱哪受气，足想歹甲唱吼。毋过咱爱知，咱是学老上帝，咱毋是对遮个设备。咱咧服侍上帝的时阵，毋通用遮的外在的物件，互咱嘛上帝，会失去了我们服侍神的一个美好的心意。箴言29章11节，伊讲啥？伊讲愚妄的人有受气就拢显出，但是知识的人就约束，互伊煞。约束，互伊煞，就代表啥？就是代表。要发脾气，无爱发脾气，是我家己的选择。当我人来惹我生气的时阵，咱用参像一个戆人共款，加倍奉还，也是咱用选择
咱安静来约束家己，来忍耐，这全部在伫家己的选择。所以，生气先管理，先控制。伫即个安宁病房工作的一个姊妹，有一天早转去，伊就想讲普拢是拢人使咧煮食吼，今日我就经过菜市啊，我来买一寡高丽菜，买一寡猪肉吼，来做一顿青炒的吼，来犒赏阮翁一下吼。结果因仔看到伊转去，哇！足受气，一直讲骂，一直讲骂，大声一直讲骂啦，伊讲即个高丽菜毋是关山的高丽菜，这落来食的，猪肉买到遐尔，一直骂，一直骂，这个姊妹咧想讲，我遐忝今日想讲要对你较好咧，煮一顿青炒要请，结果你安尼甲我骂，当咧受气的时阵，你想讲我伫即个安宁病房，我逐工面对着遮个人。连要讲话都无气力，你看阮翁骂我拢遐有力，搁遐尼大声，感谢主，感谢主，伊搁足健康的。所以咱看到，咱定定咱看的物件无共款，会互咱安那，会互咱生气，也是互咱选择咱来忍耐，咱互咱无生气。所以咱拢毋通讲，都是你互我真生气。即个关键就是啥？咱若无应允，无人会控制咱的情绪，毋是代志本身互咱生气，是安那？是咱选择生气。所以毋通去讲我都无法度控制我的脾气，我的个性就是安尼。愤怒是可以管理，是可以怎样控制的，爱会记吼。再来，今仔日的经文内底，雅各书第1章19、20到20节讲啥？我所听的兄弟啊，你毋知即个，若是逐人论到听着紧，讲话着慢，生气也着慢，因为人的生气无听上帝的语啊。即2节的经文充满着基督徒对伫生气的属灵的教导啦，紧紧听。慢慢讲，慢慢来发脾气。为啥物雅各会安尼讲？我头拄有讲，因为这是上帝对待咱每一个人的方式。所以伫圣经内底，因为耶稣基督安尼来对待咱，所以咱爱对咱内底来发出迄个行为行动，咱常时嘛爱安尼来对待咱周围的人。耶稣基督对咱无紧紧生气，所以咱是毋是咱嘛爱对咱的厝里的人、对咱周围的人无紧紧来生气啊？所以伫即个发脾气之前，雅各讲爱采取3个行动，倒3个紧紧来听，听着紧啊！一个研究来发现因互即个生气、自息怒气最快的方法就是安那，你足认真，用足真诚的心来听对方讲话啦。咱若是学过心理治疗的人，拢知，聆听已经解决了争端的一大半。所以足简单的，咱就用咱的耳仔去听就好啊。这是上紧，互人会用安那无生气。因为听会互人平静落来，会互听的人平静，嘛会互对方平静落来。所以有抚慰的效果，嘛会用安那堵起彼此无信任所造成的即个现象。当咱感觉有人咧听我讲话的时阵，安那，咱就是感觉讲，哇，有人了解我。我讲话毋是无人听，我毋是遐尼受伤，安那。咱就会平静咱的即个生气。所以，即个无人听咱讲话的时阵，安那咱会拿来拿去。做父母的拢知，囡仔若无咧听咱讲话的时阵，安那拿来拿去，有无？迄生气是一直冲过来。所以，伫即个今仔日的讲道内底，咱若听到这，要受气之前，先听，
安尼你一定学好控制脾气的第一个足大的一个秘诀。再来慢慢啊讲，咱国啥咱讲啊慢慢讲，因为呢约束咱的生气，基本上就是约束咱的喙舌啦。透过咱制服咱的即个喙舌来制服咱的脾气。当咱生气的时阵，对咱喙讲出来话袂好听啦。特别是对方用迄个足歹听的话甲你骂的时阵，我甲你讲，你的心端啊，愈来愈生气，愈来愈生气。我咧讲哦，咱内底心内底拢带着一个邪恶的迄个恶魔啦。别人一直甲咱骂，一直甲咱骂的时阵，咱就安那，那就甲咱迄个恶魔安那叫醒啦，叫醒，甲咱的忍耐拢安那用了。迄个时阵，咱佫较需要约束咱的喙舌。冤家无好话，咱当中找借口。迄当阵就是因为我冤家啦，所以我才讲出迄款话啦。我甲你讲，无，你就是安尼想。因为咱身体上亲的迄个恶魔吼，迄个蛇类啦，吼，迄个圣经讲啥毒蛇啦，已经被叫死。你的心就是遐尼苦毒，遐尼邪恶，所以你着借着嘴安那都甲讲出去。真侪人对即个愤怒有一个迷思哦。我愤怒就是安那，我着积一桶，积一桶收起伫遐。我拄着人来惹我时，我着甲规桶拼互你，足轻松的。我着袂阁生气啊，讲安尼，毋是，咱内底毋是加一桶，咱是规个工程。哪生气，咱着会制作搁较大的生气啦。咱若安那，毋是减少咱的生气，咱毋通感觉讲，我找一个人发泄就好了。我用嘴安尼讲出来，安尼骂就好啊，绝对毋是安尼，哪骂哪生气啦。咱内底是一个工厂，毋是敢一桶尔，会记哩。所以研究发现，即个生气会制作搁较大的生气，即个无好的情绪会引起搁较侪的无好的情绪。咱讲安尼答辩，安尼，若生气的时阵，咱就要甲即个发泄出去嘛。我甲你讲，迄会变做咱的习惯，迄会变做咱的习惯。搁来慢慢来受气，受气也着慢啦。咱搁讲的第三项事，就是讲你其实咯做着头前两项，紧紧来听，慢慢来讲，第三项就会慢慢受气，自然就会来发生啦。因为咱阁毋通讲，咱会用安那拖延，咱会延缓咱受气的迄个时间啦。所以美国第三任的总统杰克逊伊讲，当你足受气的时阵，你着对伊算较早。你若真个挡袂牢，你受气到吼要呛烟的时阵，对伊算较100。我第一场安尼讲，一个妈妈讲，我举叉伫遐讲10个，甲先讲落，毋是先算10个。10个就甲讲话，啥来安尼？就是延缓是消除怒气上好的一个方式。伫这个延缓的过程当中，咱要做啥？咱来问家己3个问题：第一个，我为虾米要生气？第二个，我真正要的是啥物？我受气，我要得到的是啥物？第三，我敢真正爱借着受气，我才会得到这个物件。这拢是咱爱一直来问家己的代志。第一个，会互咱惹起咱受气，常常就是咱的伤害。咱内底有伤害，咱会惊吓。伤害就是咱受伤。当咱手头受伤的时候，咱甲咱碰着安那，咱会叫起来了，咱会足受气的。所以咧，有受气的时阵，咱常常会咱有伤害的时阵，常常咱就会受气。第二，咱会惊吓，咱感觉无安全感的时阵，咱感觉咱受着威胁的时阵，安那咱就会受气。第二，咱真正要是啥？囡仔吼，伊要爱的物件，无马上就安那开始受气，开始大声来哭。咱大人嘛是共款，有阵时吼，咱要做的代志无达到咱的目标的时阵，无达到咱事先所想的状况的时阵，咱无法度控制的时阵，咱就开始安那，咱就开始来受气。当咱拄到挫折的时阵，咱就来受气。
是啊，因为咱足侪代志，咱拢想要安那掌控啦，掌控照咱的时间，照咱的方式来行。毋过代志若毋是安尼时阵，咱就安那足大的生气。所以高掌控代表的是一种高愤怒。过来，我一定要借着即个生气来得到我要爱的物件嘛。敢无较好的方式？我甲你讲，生气是上无好的方式。生气的结果，定定互咱想要得到的物件，离咱哪来哪爱的就是有的。所以箴言19章的11节，伊安怎讲？人有见识，就无快快生气。下面人的过程就是伊的言语。所以咱若伫即个咱要生气进前，咱的延缓时间，互咱家己空间，只是讲咱谁会生气的时阵，咱就会拿认捌家己。我谁会生气，我就认捌家己；我某谁会生气，我就用认捌伊，就用来体谅伊。我囡仔谁会生气，我就用安那拿了解的时阵，我就用拿了解伊，用来拿体谅伊。这是咱雅各书甲咱教，爱紧紧来听，慢慢来讲，慢慢来生气。这就是要互咱空间，当咱要生气进前，互咱空间来想，搁较济来认捌家己，互咱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莫拄着代志，人甲咱安那甲咱激怒的时阵，咱就马上发脾气出去，迄是戆人。再来，咱来看怜悯宽容，互别人空间啦。圣经内底，我感觉是有足有智慧的。咱看以弗所书第4章26节，伊讲：恁生气就毋通犯罪，有激生气毋通到日落。圣经无讲基督徒你袂使生气，你生气就是犯罪，有安尼讲无？无。哦，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足安心的吼。生气毋是罪啊！这句圣经节，互咱的生气得到一个真好的头棒，互咱一个管道，咱会使生气。毋过，咱的生气有一个原则，啥？毋通犯罪啦。这是互家己真大的空间，嘛是互即个对方一个真大的空间。啥？伊知影你是基督徒，你每一遍虽然生气，毋过你安那，你袂做出犯罪的代志，互伊真放心。过来，毋通啥？有激生气，毋通到日落。这嘛是互彼此一个真大的空间，一个真大的信任。我甲阮太太。那即个冤家的时阵，即个生气袂一直到一礼拜，袂一直到一个月，袂一直到10年久啦。什么时阵？明仔载阁是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好，上帝为咱真有智慧的一个空间，互咱伫咧生气的时阵，互对方空间嘛，互咱。空间，互咱用搁较济的宽容，互咱用搁较济的怜悯来互对方啦。所以圣经所讲的，毋是咱袂使生气，咱爱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来来生气。所以咱咧生气袂使犯罪，咱咧生气爱到什么时阵？日头落山就好啦。哦，咱来看一个咧。伫撒母耳下卷的16章50到12节，底下有讲到一个故事吼。这是押沙龙伊这个大鼻王的囝吼，押沙龙伊来叛变之后，大鼻呢去到一个所在叫巴胡林，这个所在有一个人行出来，这个人拄啊是扫罗的亲情吼，伊叫做示每啦。伊出来了后，看到这个大鼻，伊就一直安那。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咒诅。这示每就甲即个大鼻讲：你这安那，你即个人哦，你就是太扫罗规家伙啦吼！所以呢，你今仔日哦，恁囝押沙龙才会安那，甲对杀你啦。你今仔日拄着这个代志，报应啦，应该死好啦。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佮甲点石头。伊边仔有一个即个人叫阿比苏。阿比苏就甲大鼻王讲啥？讲即个亚比赛吼，就甲即个大鼻王讲：这只死狗敢安尼对待你，
我去安那啦，给高头甲剁落来。大兵安怎讲？大兵讲哦，就由他去吧，由他咒骂嘛，因为这若是耶和华所吩咐伊的。若是讲耶和华看到我受到这个患难，啊减差会施恩予我啦，减差会施恩予我，这是大兵的回应。所以伫遮，咱看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咱爱安那容阮别人有生气的情绪啦。别人哦，比如讲咱的囡仔，伊对外口入来的时阵，足生气的时阵，你袂使生气哦。哦，你倒来厝都爱安那花头起面咯。哦，你若无笑，我就甲你赶出去哦。会使安尼无？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偶尔心情不好。哦，所以咱若看到人的时阵，检查伊伫个心情无好的时阵，伊无一定爱甲咱拍招呼，你知无？你爱容允伊有迄个空间啦。啥物人讲伊心情歹，咱看到你就爱花头起面。所以大笔伫遮，当即个阿比斯看到即个圣梅来救助大笔的时阵，大笔来牵石头的时阵，伊讲哦，我去甲伊的狗头甲剁落来，大笔的反应是啥？伊若感觉伊安尼骂我是安那，是对得起伊的上帝。咱知即个啥？即个示梅是啥？是扫罗的亲情。所以看到大笔遐尼生气，不为过吧？吼！所以伊也感觉伊安尼做是上帝所应允的，由他咒骂嘛，由他心情不好嘛，我尊重伊的空间嘛。所以基督徒伫遮，咱若看到别人心情无好的时阵，伊有所书第4章第2节，伊讲啥？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敌人来撒宽容啦。咱爱做的，毋是伊对我啊那，伊咧心情无好，甲我擂骂的时阵，我就去甲头剁落来，绝对毋是安尼。基督徒是用爱心互相相宽容，给对方多一点的怜悯跟宽容的空间。第二，咱爱安那重新来去做咱思想的迄个模式。12节，伊安怎讲？伊讲检查耶和华监察我的冤枉，因为伊今仔日的救助耶和华要用好来报我。大笔无因为示迷安尼来甲救助，伊就甲即个阿比斯共款，讲好啊，你要去甲读，我赞成。我是国王呢，伊才用安尼来甲我救助。伊无照着别人即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去处理伊的代志。咱看到的代笔毋是安尼。箴言22章24節，伊講啥？講緊受氣的人毋通甲伊交陪，大受氣的人無得甲伊交往。咱即陣社會，咱的囡仔上恐怖的就是啥？攏對別人的情緒咧做代志。同學足受氣的，比伊佫較受氣，去做一寡足戇的代志。咱的囡仔定定是安尼。有當時咱的囡仔安那一個人，你看乖乖啊。伊絕對袂去做歹事，毋過伊加規定加做伙的時陣，伊就開始安那做一寡咱想攏想袂起來的歹代志。所以伊會照着別人的情緒來去做代志。所以佇即個箴言內底講，即個謹守的人，你毋通甲伊交陪。所以即個生氣，即個憤怒有傳染性啊。咱毋通甲迄定定生氣惹代志的人做伙，咱会受到拖累啦。咱必須用一個新的一個思想的模式。代表的思想模式是啥？即個人安尼甲我罵，上帝可能會可憐我，安尼會來加倍來祝福着我。伊看到的是啥？上帝的祝福，毋是看到阿比斯講，咱去甲伊的頭殼剁掉。所以这就是咱爱用上帝的思想、上帝的看法来建立咱对别人来救助咱的时阵，咱的回应。上尾一点也是上重要的，求上帝用伊的疼来充满阮，这才是真正的秘诀啦。
阮上帝的能力会用甲人对即个真生气的时阵，来转变成一个和平的人、温柔的人、有平静的心。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伊有讲：无惊见笑的代志，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生气，无记得人的歹。疼是啥？无快生气，无记得人的歹。咱若是心内底有上帝的疼充满啦，无啥物代志会惹咱生气。咱心内底若是拢是安那怨恨，安尼我来讲，咱看到所有的代志拢会互我作生气。咱是毋是安尼讲起来？基督徒咱甲即个耶稣基督的即个关系是毋是足重要的？咱若甲伊有一个好的关系，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咱就会变成一个有耐心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嘛是安尼来对待咱。咱若甲耶稣基督无关系，安尼咱就安那紧紧来生气。耶稣基督的款式都无伫咱的心上来显现啦。所以咱若甲耶稣基督的关系真密切，来决定咱是毋是有耐心。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决定咱是毋是会用来控制甲管理咱的情绪。一个犹太的律比安尼讲。对伫来冒犯伊的人哦，伊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咱嘛是咱真好学习的一个方法。伊讲啥？这个人哦，伊所做的非常的愚妄，伊若知影伊的行为遐尼戆，安尼伊就袂安尼来做。所以呢，伊会为着伊所做这个戆代志，感觉同情啦。你若感觉同情的时阵，你就袂安那生气来对待伊。同情甲生气袂相时来存在啦。这例比讲，伊做遐个代志的时阵，我愿意搁较济的怜悯互伊，我愿意搁较济的宽容互伊，我毋是来对伊生气啦。这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爱所做的代志，咱用较济宽容、较济怜悯来互这个。得罪咱的人，最后列比讲，心内若有怨恨，就是互你讨厌的人免费带伫你的头壳内底啦。这最重要的，你心内有怨恨的时阵，即个你足讨厌的人带伫你的内底。咱的性命真宝贵哦，咱的圣经讲，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阁互你足讨厌的人甲带伫咱内底。这世人足惨。迄个人，你若想到的时阵，你就怨恨开始出来；你若想到的时阵，你就开始讲一寡无好听的话。咱唔通互咱的头壳哦，遐宝贵的头壳，互即个讨厌的人安那白白伫遐大。当咱要生气的时阵，咱爱安那紧紧来听，慢慢啊讲，慢慢啊来发现的。咱咧发脾气的时阵，咱咧生气的时阵。敢有耶稣的疼充满伫咱的心内底的时阵，才会医治咱的即个心内的受伤。咱被咱拒绝的时阵，咱互人无了解的时阵，耶稣完全安那看到咱的痛苦，他在乎我们的痛苦。耶稣形容伊的平安，互咱得到安全感。当咱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来被接纳。咱心内即个朴素的情绪，才会完全来消除甲消退。愿咱每一个人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搁再重新得到快乐。愿今仔日经文，互咱每一次咱来受气的时阵，咱来想到耶稣基督怎样来对待咱。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来教导阮一个真好的属灵的功课。每一次阮生气的时阵，主阮知你的宽恕、你的眼光要放伫阮的心内底。阮过去因为无认捌你，阮常常黑白发脾气，来得罪人，来互阮的厝里内底人来受伤。愿你搁在一边来赦免阮。主，阮今日搁在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你。互阮有智慧，互阮会用管理控制家己的脾气，
互我伫即个人际关系内底，会用得到你的祝福。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甲来吟诗，圣诗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坐，奉献，请陈小文、石伯刚执事来书献。请起立唱奉的诗歌，圣诗382首，我会听堂求助赞。请坐，即马来报告教会消息。第2点，今仔日第2场的礼拜了后，要召开小会，伫6楼的会议室，请长老参加。第3点，小会定8月28，要
召开临时的好会，要办理办公室甲牧师馆要参加拄更即个案吼，请要征求会员的同意。迄天的第一场的花语礼拜暂停一遍。今仔日咱有公告上新的陪产的会员名单吼，伫个楼骹，若是有老高，也是要请假的兄弟，请书记中央长老吼，甲请假，互伊知影。后礼拜8月21要请咱教会拄更小组的代表杨明章长老要报告即个拄更案吼，请大家关心甲参与。8月28迄天，大家会当驶车来停台电的停车场。第4点，第3季的圣礼典要安排伫个28吼，8月28，若是有兄弟要洗礼跟信礼，也是幼儿的洗礼要转职，嘛请互牧师知影。第5点，教会70周年的特刊吼，顶礼拜开会有3点的决议吼。咱这边的特刊吼，要用邀约吼邀稿的方式。编辑小组有设几个专题要邀稿吼，希望所有的文章吼，编辑小组拢会当删稿吼，也是讲无啥适合，可能会删退稿即个权利吼，请兄弟来帮忙。第2个决定是咱全家福的相片吼，要改做电子相簿吼，要放伫咱教会官网吼，较好保存吼，较好保存，就无伫印伫咱的特刊内底。第3点吼，11月20吼，11月20是感恩的主日，要翕的全教会的迄个大合照，请兄弟爱出席，穿水水的衫来翕相吼。咱早10年无翕啊，请大家拢来翕相吼。第6点，即马对本周开始，拜六吼，伫个地下室拢有迄个桌球、乒乓球吼。欢迎大家人少来拍桌球运动，吼，加健康安尼。第7点，台新的后援会吼，咱有收到52笔的迄个奉献，奉献的收据，请思涵干事来提吼，感谢大家支持。团契消息。青少年的生活营要伫个8月20甲22，要去宜兰举办。即边差不多有20个人吼，22个人要参加，请大家甲遮个老师辅导吼，甲参加的迄个青少年来带导。遗体关怀，咱敬听的河南乡吼，伫个8月11号已经安息主怀吼，90岁。伊的告别礼拜伫个8月25拜四的上午11点，请为遗族来代祷。教界消息吼，有一个较重要，就是第一点吼，咱北中的21世纪吼教会发展研讨会，要伫个9月初3拜六，伫个艋舺教会举行规工的啦吼。即个题目真重要，张牧师要报告一下无？好，我来补充吼。即9月初3、初4的即个21世纪教会发展的研讨会哦，最主要是咱伫即几年，咱因为咱疫情来造成咱伫即个教会界真大的衰退啦吼。所以伫即个内底，咱会用针对咱所面对即个后疫情的时代，到底教会要安怎牧养？即个信徒伫教会内底要安怎继续，互咱的属灵的生命会用来成长吼？伫即两天的即个研讨会内底，拢会来讨论。第一天伫艋舺教会，这是一个集体式的吼，就是借着足有经验的牧者来分享因的即个经验吼。特别水南教会，伊是一个传道去拢毋知影即间教会可能爱加3个人尔，可能爱关起来。毋过，伊即阵已经经过10年，伊已经甲100外个人，甚至即间教会阁建堂，阁有办法派宣教师去甲别个乡镇来阁建立教会吼。这拢是足好的一个经验。上时毋望大家同工拢用拨时间来参加。9月初4下晡伫咱教会，要针对咱教会拄着遮的即个挑战，要安怎共同来
来即个应用啦吼，甲教会的资源拢甲结合起来，吼，来同齐来面对咱教会即个水难的一个逆境安尼吼。以上报告。多谢张博士吼，啊，即个研讨会毋是讲干那中级，也是讲团体的同工才参加吼，关心教会未来的人，兄弟拢会当参加吼，因为教会发展其实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吼。啊，第二点是彭明敏教授的100岁纪念礼拜，今仔日下晡2点伫个济南教会举行，啊，兄弟若是有兴趣会当参加，内底有4项，请咱大家看吼。啊，即马要上映，咱即马在唱圣诗396首。啊，先补充一下吼，咱2礼拜以后要开好会吼，啊，因为即马疫情，照咱的规矩就是出席爱过半数，咱才会通晨会，啊是要办理，就是要会员有同意咱对面吼，要甲春晖头前即几栋，伫即个咱即个范围要拄光啦吼，这当然爱真长的时间，敢若咱有要参与无需要会员的同意，啊，咱就再通法庭才会通发迄个，互迄个建设公司去做这个代志。啊，咱已经拄光小组已经1、2年内底拢甲伊讲一寡条件，拢讲啊差不多啊。所以后礼拜会小说明即个案，总是28，请咱大家来出席。今仔日中央长老有代志袂当来，所以如果迄天你袂当出席，因为疫情各方面，请甲干事小讲者，我们就可以讲不可抗力，袂出席，毋茫会通晨会啦吼。第2项就是后礼拜咱特别请到薛伯赞牧师要来讲道，伊退休了3年，拢无机会通请伊来。后礼拜伊要来伫咱下礼拜中来勉励咱，所以请咱期待这项代志。最后我来介绍，足久毋捌见面吼，从少年时代到即时吼，来介绍杨嘉文吼。杨嘉文即摆住伫美国的西雅图，伊即届伫楼顶啦吼，比较难找到吼。带伊的囝儿吼，是嘉欣、嘉琪他们的堂姐堂妹吼。都要倒来度假，后礼拜就要回去吼，欢迎伊今日伫咱中间，多谢。有齐kend诗396首，请起立。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条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闭会。